受歡迎嘅劇集《致靈愛人》同埋最高收視劇集《逆天平安》，氣氛多到靠得住李嘉欣同埋林夏薇啊！只不過近幾個月嚟，盈盈竟然喺電視入邊消失得無影無蹤，原來已經剩低咗入咗無線嘅雪櫃。近日《逆天平案》嘅監製劉家豪就喺社交網上面發落實開拍續集嘅消息，仲確定原班人馬上陣，10月中開嘅，仲踢埋一眾嘅演員，包括有陳展鵬、林夏薇、黃智賢等等。但盈盈就榜上無名，慘被拋出劇組啊！據知盈盈被雪嘅原因係因為犯咗3宗罪，首先就係前年佢同大隻主播鄭顯峰黑咗，因為盈盈想公開佢同鄭顯峰嘅戀情，但無線唔俾。第二就係盈盈之前踩入咗藝術界最新領域 NFT 嘅市場，推出自家設計嘅水晶手鏈。由於虛擬貨幣嘅相關業務活動喺內地係屬於非法嘅金融活動，盈盈呢個做法無疑係觸及咗禁地㗎。第三就係盈盈向來都有私底下請貼身嘅助手，但助手咧就成日喺活動上面向其他藝人集郵，又貪小便宜。無線咧就曾經力勸過盈盈炒咗個助手，但盈盈勸極都唔聽，所以無線對佢嘅不滿係日積月累㗎。再加上無線覺得應屆港姐冠軍宋婉穎絕對有能力取代佢，所以盈盈雖然仍有合約在身，但都依然決定棄用佢啊。對於《逆天奇案》落實開拍續集同埋盈盈被拋出劇一事，林夏薇、陳展鵬就口徑一致咁話咩都唔知，等公司安排喎。記者就聯絡過盈盈，但到截稿之前，盈盈都係未有回覆㗎。我死唔信啊！馮盈盈咧偷咗啲資料賣翻去大陸廣州，叫人開賭局嘅，我唔信嘅。冇理由咁樣揾黑金係咪？佢唔會做出呢個女仔，一睇就知好女仔嚟嘅。馮盈盈佢冇靚殘衰我啲嘢上大陸，唔會關佢事。應該係佢身邊嘅人做嘅。咁佢將我啲嘢殘衰喺大陸啦。咁佢就話公安叫嘅，公安叫。講緊公安係邊個啊？有冇公安牌照啊？因為全球懷疑嗰啲公安，你喺香港嗰啲係假公安嚟嘅。係習近平都係咁講喎，係假公安。正規公安唔會咁做嘅喎，佢哋話係。咁如果假公安咧，係或者黑金公安咧、地下公安咧，咁我就要起呢個名啦。邊個公安叫你將啲嘢帶走㗎？係 UBC， 我嚟訪問你啊！係咪有公安叫你將啲嘢帶走，將啲資料將啲外國高科技嗰啲資料同埋產品嘅技術暗地裏傳出翻去中國啊，同埋香港啊？你最醒係你啦！邊個公安啊？公安牌照同埋個名同埋 identity 係乜嘢啊？你交出嚟啦！如果唔係當係你做㗎啦。賣人服務稅，我哋要繼續計算呢條數，係跨境賣淫同埋跨境詐騙同埋跨境聚賭同埋跨境係資料傳送，係冇錯啦冇錯啦。佢話收晒資料走，收到風佢哋講，咁依家佢哋話係嗰邊係。喺溫哥華同埋香港兩邊 transfer 啲資料啊嘛，係帶晒啲資料走嘛，加拿大帶晒加拿大同埋美國啲資料返大陸，係咁個公安係邊度公安做㗎？公安邊個部門做嘅？係邊個部門啊？係咪重案組啊？定交通部啊？定係郵政局啊？係定係城管嗰邊啊？城管打實啲師奶嗰邊啊？打實嗰啲小販嘅？係冇錯冇錯，咁我落去打城管部同埋交通部啦。唔該晒唔該晒，我哋打去公安部睇下邊個部門做嘅，係冇錯冇錯。睇下邊個 number 啊嘛，問緊個 number， 睇下查緊邊個警員做啊嘛，係冇錯冇錯。係咯，至於你阿媽邊個警員做啊？快攞證件出嚟啦！你傻㗎？